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今仔日新闻大代志就是歌文帝，今仔予检察官起诉。另外出名古早歌淡水无色，歌词唱到桃色楼窗门半开，琴声诉悲哀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就是诉读书诉第3条。台语字典解说诉，就是甲人讲明代志，或者是讲明实情，咱讲是诉明。另外嘛有诉愿、诉愿文，古早祈祷文嘛讲是诉，像咱讲读诉。咱现代较常用的法律名词，像讲个人、小个向法院提出告发的证，也就是告诉、告诉证，也佫有诉证。另外，申诉冤枉就是诉冤，法院小个咱讲是诉讼。答辩书古早有人讲是诉辩，也佫有诉词。检察官针对被告向法院提出诉讼，咱讲是起诉。另外，佫向顶级的机关或者是有关单位来说明理由，咱讲申诉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2个词。头一个读做诉证，这是诉讼小告时向法院表明诉讼的代志。第2个词读做上诉，古早是讲向声明官府或者是上级来订正代志，现代是讲伫法律上因为不合法院的判决，搁再向顶一级的法院提出诉讼，请求改判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2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咱台湾的法院制度原则上是3级3审，有地方法院、高等法院甲最高法院，会当审理3解。毋过其实还佫有宪法诉讼、再审、非常上诉。若是不合刑事判决的结果，也是会当写诉状，有机会佫再上诉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诉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